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增加30个本土病例，有4个人死亡，嘛出现头一个因为Delta印度变种病毒死亡案例。报告业者呼吁政府想办法，让学生恢复上课，无要提出国家赔偿。健身房有条件开放，嘛引起真侪消费争议。行政已经决定讲要暂停烂人定价费率，7月份嘛维持原本的费率，大概会减少达19亿。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日增加30个本土病例，台北甲新北市拢有11个哦，桃园有7个，新竹市有1个，更有3个境外病例，有4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嘛讲，咱已经有向莫德纳来注文疫苗，计共有3600万剂哦。第4季有可能先来100万剂。目前咱国内疫苗注射率嘛已经超过2成4了。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本土的病例有30位，那居隔里面阳性的20位，境外移入有3位，死亡的个案有4位。那居住的县市台北市跟新北市各11例，那桃园市7例，新竹市1例。那这里面案例今天虽然比较多，可是有24例为已知感染源那5例关联不明，那1例调查中。整个疫情它还是在控制之中我们已经跟那个莫德纳公司那签署了总共3600万剂然后明年我们是订购了2000万剂，那基本上我们是要看看它接下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混打也好，或者就是说是它的一个对于变种病毒等等的基本上以这个次世代的疫苗为主。然后后年是1500万，那另外再加上500万的开口合约自己这样，那今年第4季然后会先进来100万。再来看去诊所注疫苗，诊所敢会当来收挂号费呢？新北市邦桥一间诊所公告讲要收200块的挂号费，引起争议。也毋过，针对真侪基层的诊所有反映讲，帮民众注疫苗是真袂好。指挥中心伫下晡嘛宣布讲，诊所帮民众注1筒疫苗，本地政府是补助100块，即马要增加要补助200块，嘛阁有另外奖励金。向工作人员应注射爱注意的单、小黄卡，搁写注射的评估单，各由医师问诊，确诊无问题，就用注新冠疫苗。6月7日开始，指挥中心宣布，全民注新冠疫苗唔免负担任何费用，不过陆续引起医界反对的声音。已经有人退出了，没有错。根据那个中央疫情指挥中昨天的说法是说，他还要符合什么，达到一定的标准才给付嘞，跟之前说法是说40块这种补助挂位方式完全不同啊。其实本来就是说，你今天中央政府你要请客，你就要付钱嘛。不是你请客叫基层医疗院所去买单嘛？基层医疗医师表示，注新冠疫苗比流感疫苗或者是一般常规的疫苗更较复杂，不只要增加真济精力来处理卫药系统资料定律，还佫要关怀民众治疗后身体状况，所以产生出来的人事加班费拢是诊所家己付，而且袂少诊所还佫要家己提钱买无占医这1cc的空针。虽然进前，立法院通过纾困预算，8400亿当中有40亿是要负荷医疗院所注新冠疫苗的行政费用，按过每一支疫苗处置费只补助100块，佮下令免收挂号费。即马新北邦桥到医师拍算收挂号费，随后卫生局通知停止配发疫苗。近日经持续与该诊所沟通，无法达成共识，与中央研讨后，从7月21日起暂停提供疫苗。针对只有基层诊所反对注疫苗免收挂号费，甲能提100块处理费，指挥中心表示，100块行政作业费用是特别针对注新冠疫苗编列的预算，另外还佫编列奖励金，注到一定目标数量会另外发奖励金。过去诊所注其他疫苗并无这100块的处理费，而且民众较输到诊所注疫苗，也有其他症状来看病，也成收挂号费。记者综合报道。
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今仔是增加30个本土病例，有3个境外病例，有4个人死亡哦。今仔日哦，台北市有11个，新北市嘛是11个哦，桃园是有7个，新竹有1个。咱台湾目前的总病例数已经超过15500例咯。咱再来看IKEA高雄店哦，有一个来自马来西亚前查某的主管，10日转去马来西亚，煞伫当地机场验出阳性。高雄的IKEA甲伊捌去过邮局、超商，全部拢先暂停营业1日咯，来大消毒。高雄市政府嘛，扣出225个接触者来采验，结果是拢是阴性的。超商的门卡口打一张完成消毒的公告。IKEA 高雄店一位前女主管10日转去马来西亚，伫当地机场验出阳性。伊踮高雄的时，加上有去过邮局和超商，2日也停业1天做消毒，不过要求民众心惊吓。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比较担心一点啦。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说不要有那种疑似的，即使是疑似的话，也是挺麻烦的。因为我们都有做好那些距离啊，而且也没有真的遇到啊。经过2天的消毒 ，IKEA 高雄店2日中昼恢复营业。开馆进前，清洁人员已经在摒扫。高雄市府表示，针对这个疑似阳性的案例，目前也未接到国际卫生条例 IHR 组织通报做确诊个案。但是为着安全，市府有关考虑相关的接触者，这225个人 PCR 拢是阴性。经过讨论之后，也决议综合研判他的这个职场感染风险极低，所以在今天，会在今天IKEA 的这个营业场所会重新再开放。高雄市府也强调，这个案例伫要未理清相关检验流程和环境进程，拢被列作是台湾的确诊病例。IHR 也要未证实，所以判断讲伊患病风险是真低，未公布相关的行踪。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的松山车头 CT Link 有一个员工为着病哦，昨暗就先停业消毒。市政府嘛表示，昨暗接到通知有家人的确诊者捌去过遐。台北市今仔嘛接到桃园市通知讲，坐伫 CT Link 3楼工作员工为着病，嘛扣出22个接触者来采检，目前拢是阴性的。台北松山车站 CT Link 1号店1楼到2楼20日紧急停业。市政府证实，有家人饲确诊者按鹦鹉5四孔的活动卡者，3楼无印良品员工甲这个确诊者有接触史。22日接到通市政府通知确诊，专管1楼到3楼22日搁停业1天消毒。确诊员工工作的3楼停业到2日。目前已经知影科立百货甲商场拢总22人，采检结果拢是阴性。13有条件未解封了后，台北市陆续传出确诊个案。虽然疫情转好，台北市长郭文哲接受时事专访时阵强调，26绝对袂使解封，敢来当慢慢未解封。在疫苗覆盖率不够的状态下，一解封一定是这种下场。所以，我跟你讲，绝对没有什么要解封，一定要这样的逐步放宽管制，置换最危险的摆最后面。对着食药署通过高端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EUA 引起着讨论，郭文哲阁呛中央，要求中央说明是伫什么款情况下发放高端 EUA， 也再一次强调，市政府已经计划要买第3期疫苗，继续买啊！第三季的，对啊，我们预算还是要算的啊。我跟你讲，买250万剂大概要40亿。面对好心肝诊所违规注疫苗。郭文哲坦白讲管理不良，让北农甲昆南市场爆发群组感染是判断错误。那个北农的环南市场，那个的确是对我们来讲，那个是在当时的战况真的是又忙又浓，因为我们判断错误。对于主持人一直质问是不是会参选2024总统大选，郭文哲是讲未参选才会宣布，互外界一直摇。若是总统大选是不是会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合作？郭文哲坦白讲，顺风行船，时到就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飞去关岛注疫苗的旅客哦，大部分拢是家庭甲学生啊，9成以上的旅客拢是注 BNT 辉瑞疫苗。有学者是指出哦，这些民众应该是真烦恼，讲伫台湾唔知影什么时阵才排得到注疫苗，所以就先飞出国去注。关乡里做好防护，透早桃园机场中型航空的柜台，客满办理登机的旅客。
总共有292个旅客，大部分是参加关岛22天自由行，以家庭甲学生较济。90%以上旅客选择做 BNT 疫苗。讲实在话，就是年轻人要打疫苗，可能要等很久，所以他们的生活都没办法步入正常。想了很久，我们就规划了。我们10个人，因为想把2针都打完，因为还有小朋友嘛，就一起把它打完。这要升高中，这2位要升大学，就是还排不到目前的那些序列里面，所以就利用这个暑假的时候至少要差不多20万，因为主要还包含了这个回台的检疫旅馆。学者认为，关岛疫苗节背后反映出民众对政府疫苗政策的疑虑，主要甲疫苗数量无稳定，也有自卫顺序有关系。和中壮阶级或者是少年人，唔知影家己什么时阵才能注着疫苗，对北往关岛做疫苗有较侪市场回馈。在不影响工作，然后价格又还算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可以负担，然后天数也是比较适当，所以关岛这一波可以从7月延伸到8月。学者表示，虽然关岛离台湾只有3.5钟的飞行距离，不过过去台湾并不是台湾人海岛旅游第一选择。这摆关岛方面确实释出真侪善意，包含降低做疫苗操作费用、加较松的隔离措施，让台湾人对关岛有正面好感，甚至更较侪了解。长期来看，对旅客市场供应端拢好处。记者综合报道。前卫生署长邱淑媞呼吁政府讲，应该赶紧来开放疫苗2档，会当做无同款的牌子。另外，针对高端疫苗通过紧急使用授权，防疫学会是指出了，台湾即马应该唔是会使使用紧急授权的状态。对伫台积电甲鸿海引领后壁，主席基金会嘛完成签约的听书。3方总共捐1500万吨的 BNT 疫苗给政府，不过因应变种病毒的威胁，前卫生署长嘛是公卫学者的邱淑媞以加拿大做例，呼吁政府应该开放无同牌子的疫苗，会当互民众揽得住。愿意打 AZ 的，跟我们台湾登记系统在7月15号的数据是很类似。打疫苗最重要是要拼接种率啦，不是拼不怕死的，好不好？所以他们就知道，他们必须开绿灯，否则是没办法哈。这个疫苗混打，原则上就是为了以后防止这个 Delta 病毒嘛。那 Delta 病毒哪些是最高危的族群，先把它定出来。那些人如果还没有打疫苗的，还没有打过2剂的，你可以给他开放2个那个免疫桥接，这就算是开放。这样子的开放会比全面开放或者全面认同要来得更加实际一点。高端疫苗通过紧急使用授权会当生产，不过高端还未通过第3期的试验，外界批评是真多。邱淑媞认为，透过第3期会当看出对病毒的反应，这是甲第2期试验上大的差别。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甲医师苏伟释拢指出，即马疫苗已经不是会当干那用紧急授权的状态啊。以台湾现有的疫苗来讲，事实上都已经离所谓的紧急状态太远了，但是他还是用这个紧急的方式豁免掉非常多的该有的行政程序，那这样子未来在国家赔偿的责任上面会引起非常大的疑虑。医师苏伟释提出爱修法的建议，因为目前使用的是国际 EUA 疫苗专案制作，在注疫苗的补偿方面，政府应该加放定标准，才会当让民众有加一寡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宣布讲有条件开放安亲班、幼儿园甲学校的体育场，保教团体就发出联合声明，望政府相关的单位，嘛使赶紧来安排补习班的老师注疫苗哦，规划配套的办法，让补习班会使赶紧来恢复上课。业者表示，政府若是无作为，因会考虑来提出国家赔偿。疫情3级警戒已经2个月过啊，全台湾农务行业慢慢伫咧未解封。但过其中无包括保教业，互业者真头痛。光是高雄市7月12号还只有11家，结果到昨天为止，现在已经有21家注销立案了。伫停课停业的期间无收入，但过必要性的支出也是有，因为疫情即马有较稳定，指挥中心宣布降级的可能性提悬。像台北市就宣布会有条件开放安亲班甲幼儿园，但过补习班无包括在内。另外，教育部伫咧7月中要求保教业为老师做册注有红写，但过即马第一波名单已经好啊，老师也注袂到。我们一定要赶快打完疫苗，补习班才能够配合副业啊！我们可以每一周帮
做快筛这样子。当初他们打疫苗，我们没有打疫苗，那现在又要开放了，又说我们的补习班疫苗覆盖率不够高，所以不给开放。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叫不公平竞争。真侪报告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希望相关单位和老师赶紧自放下，恢复上课。若是无法度有合理的对待，无排除要提出国赔。很万不得已的下之策嘛。17000多家补习班，其中有12000家是以国小为主，所以这三者的招生对象是重叠的。如果课后照顾班开了，幼稚园开了，我们的学生是重叠的，我们没有开，我们会不会造成学生的流失？业者强调，若是补习班会当恢复上课，一定会做好应该有的防疫措施，希望会当赶紧开放，维持业者的生活甲学生的受教权。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健身房是有条件开放，可是消费者嘛是会烦恼哦，所以真侪人拢暂时无想要去运动。也毋过健身房的业者哦，所以已经开始靠会员每个月月费咯，嘛造成真侪消费纠纷哦。消基会是认为政府应该予业者明确指示，才会当保障双方的权益。台北市发生连锁健身房确诊消费者进入场馆运动的案例，捌引起消费者紧张。不过，因为疫情的变化，政府已经宣布未解封，同意业者有限度开放健身房。消费者考量到疫情的因素，无想要回去运动。不过，健身房业者也是每个月靠月费的这个纠纷，也有消费者认为，疫情唔知什么时阵结束，想要停止健身的契约，确实无法度如愿，拢去找消基会。没有完全解除的前提之下，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他不要进去健身中心蒙受这个风险。业者不能够主张说，哦，现在政府已经微解封了，你不来消费啊，不来使用设施是你的事啊，那我还是可以继续跟你收费用。这样子解释啊，显然是对消费者不利。消基会主张未解封了后无正常消费的，也是会当主张免交月费，也免办请假手续。认为讲面对以后可能降级无解封，政府应该明确通知业者相关的指引，安尼无业者甲消费者拢唔知安怎做。你健康，别人也健康，大家才一起获得健康。我想这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所以政府的微解封呢，虽然是好意，但是事实上应该有的配套会引起的这些我们要加以预防的这些纠纷呢，还是必须要有明确的指引，才会让大家有所适从。消基会认为，只有明确指引出来，才会当保障消费者。政府也应该予业者纾困，予业者会当度过这个难关，达到业者甲消费者双赢。针对这个诉求，体育署伫一个进前拢还未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度风台烟火，目前的速度是非常的慢哦，也毋过强度阁会增强。气象局本地拍算今仔要发布路上的风台警报，也毋过因为风台路线有改变，目前嘛无一定会发布路上的风台警报哦。如果拜五、拜六会大范围影响台湾，中部以北甲宜兰地区爱特别注意下大雨。风台外围环流带来一阵一阵的强阵风，桃园市龟山区这个山坎，礼拜三暗时发生路树厝倒的意外，路边一台小客车被地掉咧，警消马上到现场引导车辆，佮出动大型机具刷开路树。气象局继续对烟花风台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东北部、东南部海域拢伫警戒范围之内。海巡队人员透早沿着海岸线、求封锁线，也伫游客定定出来的热点，亲像花莲太平洋公园，广播劝励游客。民众聚集观潮的地点，执行观浪劝离的勤务，在此呼吁民众在台风期间恐有长浪及强风的发生，请不要到海边观浪。气象局提醒，东北部沿海甲恒春半岛、马祖沿海已经有长影发生。烟花风台目前因为缺少导引的气流，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慢慢向西，强度也在增强当中。以目前路径有果，北风款边缘会甲台湾东北方的陆地10分的接近。在明天它北转的这个时候，如果它的角度再稍微偏东一些，也就是稍微远离台湾一些，那暴风圈的范围就不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陆地。所以整体来说，在今天之内发布陆上警报的几率并不高。
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气象局发布大水呼特报，台中以北、宜兰地区拢要注意第时强降雨。气象局提醒，礼拜四开始，北台湾落雨搁较明显，中南部也有一阵的短暂雨。礼拜五、礼拜六风台上接近台湾，暗过路径依然有变数，民众爱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逐当的6月份到9月份会实施的热浪电价，行政院早起决定7月份要赶快拢先维持原本的费率，大约有1000万户会受惠哦。台电会大约会减少收19亿的电钱，也就是1000度以下的用电量，以非下月电价来收费啊，就是不适用下月电价来收费的意思。但是超过1000度的用电量，则维持下月电价的收费。虽然这会让台电减收，但为了减轻人民因防疫而增加的电费负担，对用电大户也能达到以价质量，鼓励节电的效果。经济部表示哦，用电量超过1000度的用户，嘛是要照常来收热浪的电价。另外，庇护工厂、社福机构、护理之家，甲一寡新种的家庭哦，大约有13000户。7月份的用电嘛是要来维持原本的费率。再来看国防部投入493亿，要制作国产的畅水艦哦。万讲2024年会当交船。前参谋总长黄曙光之前是表示讲，头一只畅水艦的设计甲装备拢好了，目前是坐船哦。伊讲应该会当来提早3个月，在2023年的9月份就会当来交船。国防部投入493亿，打造第一只国造舰艦原型艦，去年底开工。江南是不是会当在2024年如期落水，一直是外界关心的焦点。对这个代志，前参谋总长黄曙光进前讲出上新的进度，已经完成头一只舰艦细部的设计，装备陆续到位，当地官工做压力准确。若是画出提早3个月，要行向2023年9月落水的目标。学者分析有2大原因，分别是造舰进度超过预测。也甲应对中国第3只航空母舰可能在2025年成军。黄上将他可以，就是对于相关的技术的掌握，特别是中国的第3艘航舰，预估会在2025年成军。台湾的国造潜舰如果可以提前的话，对于这种发挥不对称战力，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有效果的。舰艦原型艦也做伫海试也甲测评顺利，有希望伫2024年提出后续8只至12只的量产计划分配生产。若是美军示警，强军恐惊伫2027年攻台，苏志芬认为有指标意义。包括着中共解放军成军100年，到时阵强军兵力投射更较完整，会当发动区域战争。咱军用无对称作战抗衡，舰艦伫台海作战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若是强军22早起8点半左右派遣军机进入咱西南空域，强军实施广播赶走。根据军事媒的统计，强机这个月已经进入咱空域12天。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今年年初猪仔囝的健康问题，佮有疫情影响哦，猪肉价格是一直会起，对每公斤75块，到今年的7月17，拍卖价格嘛已经到88块外咯，是历史新高。外界嘛预计讲猪肉价格嘛有可能会佮继续起哦。家庭妇女来到传统市场买猪肉，但是一问介绍，实在是有一点仔买袂落手。会啊，一次要用，一次要买，要吃也要买。台湾毛猪交易的价格为5月就开始起，原因是今年1月的一波低温寒流，致出讲猪仔破病歹腹肚，连续造成半年了后猪仔量减少，佮加上全球的疫情和运输的成本提高，进口猪仔无法度入来。7月17号全台拍卖市场平均的价格每公斤来到88.67块，创下历史上悬的价格。台湾有一些大型养猪场感染的那个下痢的损失也是蛮严重。以至于半年后要提供这个猪源，造成这个猪源的一个短缺。
传统市场的猪肉摊商表示，猪肉的进价已经来到每公斤100块左右。为6月开始就家己吸收成本，包括卤肉饭的点头，大家也拢经调的。有时候我们买到1公斤100多呢，以前是80几，现在100多、90几，最少还有90几啊。讲惊咱去嫌伤贵，咱卖讲起较高，咱家己有当时要家己吸收一下这样。我觉得这是供给时间的时候了，那怎么样？我们是努力自己吸收。以前若价钱破80块，中央就会休市，或者是以冷冻猪肉来调节价钱。但是今年的条件无法度配合，目一个年后个月中元节就计要到咯，也阁会有起价的空间。农委会是表示，8月猪肉的供应会比去年同一个时间每天加2200只，会持续来观察整体产销的变化。记者台中中华报道。来看国际新闻哦，中国的河南落大水雨做大水，3日累计雨量是以早规年透天的雨量，已经造成至少25个人死亡，体力超过20万人。有民众迄条大水冲入去地铁的画面，国际社会是真关心。路边的水甲冻土帮拢冲破，郑州地铁5号线停驶，乘客掉伫咧浸水的车厢内，搜救人员用电火照，验过水淹甲正悬，阁正落。走出来乘客讲，也唔知影内面是唔是也阁有人。官员讲已经救出至少500人。因为当时水已经漫到我们肩膀了，这水冲劲太大了，就直接给冲走了。当时我们剩下的几个人。我跟其中有一个孩儿，我们俩因为没劲儿了，当时都差点想放弃了。附近的窗户敲碎，然后呢，这个地铁驾驶员又迅速打开了驾驶舱，疏导大家，然后从逃生出来。这些乘客被集中在这个地铁站一个能遮风挡雨的那个站台上。河南省气象台讲，2日半暝雨正大，郑州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到2日的日时雨才较细。郑州市真侪淹水时阵普及来车，伫咧水小可较消退时阵，拢贴伫咧一个磅空口。真侪水坝、水库的水位拢超过警戒线，情形真危险。军方行来到3天，有病院因为停电，呼吸器无法度用，医护人员只好用手捧互病人喘气。已经有600位病人转院。河南自17开始落大雨，到20才3天到617毫米，差不多是1年的雨量。郑州的灾情上严重，国际媒体正注意台湾鸿海集团世界上大 iPhone 组装的地中厂，拄好是新机被毁旺季，是毋是受影响？富士康集团讲，厂区内面无淹水，运作正常。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美国副国务卿雪曼2日访问日本哦，嘛举行美国、日本佮韩国3个外交副部长会议，会中嘛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嘛宣布讲，雪曼会伫25、26访问中国，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等官员来见面。美国副国务卿雪曼2日访问日本，佮甲日本、韩国副外长会面，三方伫会中讨论疫情、朝鲜半岛无核化议题，也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甲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可能损害威胁国际秩序的作为，保持印太地区的包容性、自由甲开放。这也显示出日本、韩国跟美国等理念相近国家的政府都高度的关注台湾海峡的安全。外交部门再次表示高度的欢迎跟由衷的感谢。美日韩最近已经真侪摆公开呼吁注重台海和平，尤其美国各是关心。雪曼2日回答表示，这座亚洲型无包含中国。不过几点钟了后，美国国务院都向宣布雪曼会伫25、26访问中国天津，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等官员会面。外界看做是要为刷落去的拜习会提早铺路。I think, broadly speaking, the deputy intends for this engagement to show and to demonstrate to the PRC what responsible and healthy competition can look like. 美国国务院表示，有必要甲北京展开建设性的对话，是毋是要搁讲到台湾议题值得关注？另外，美国跨党派参议员是提出台湾友邦关系法草案，推动伫美国国民警卫队甲台湾军力之间建立友邦关系。由6月才访问台湾的民主党参议员达克沃斯
带头提案，伊强调台湾是美国伫印太地区重要战略优盘，希望强化台美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生技公司 BNT 这两间公司最近甲南非的疫苗公司签约，要交予南非大工生产疫苗，明年开始生产一年的产量超过1亿吨。另外，泰国因为国内疫苗无够，泰国国家疫苗研究中心开记者会，向全民回示咧。以前嘅军家的洛西亚讲伫11月之前疫苗的注射率要达到80%。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生技公司 BNT 宣布讲，已经和南非达成协议，会予南非大工生产新冠疫苗，用来解决非洲国家疫苗无够、接种率较低的问题。Transaction is the first in Africa, and it's actually the first in Southern Hemisphere. And I think that's significant. It's based on our capability that we have had thus far. 根据路透社报道，这两大公司会来协助南非疫苗公司安装设备，进行技术转移，到明年会开始生产第一批疫苗，估计年产量会超过1亿剂，会当提供南非联名55个新冠国来使用。ข้อจำกัดที่มีแต่ก็ต้องกราบขออภัย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นะครับที่ทางสถาบันวัคซีนแห่งชาติเนี่ยแม้ว่าจะได้พยายามเต็มที่แล้วก็ยังได้จัดหาวัคซีนได้ในจำนวนที่ไม่เพียงพอต่อสถานการณ์泰国嘅疫苗供應欠缺，致使到目前全國敢若有5%嘅人有完整來自新冠疫苗。對此，國家研究院嘅主任召開記者會，甲全國嘅人民會示咧。也若目前有消息講，泰國政府有考慮講要暫時來停止當地出口生產嘅 AZ 疫苗，要來增加國內嘅供應量。不過，安尼恐驚會影響到其他嘅東南亞國家。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вакцинировано 33,6 миллиона человек первым компонентом, и 22,6 миллиона человек из них получили оба компонента, то есть полностью вакцинированы. 受到德尔塔变种病毒嘅影響，俄羅斯國內疫情刷咧清懸，對6月高日確診有9000例，到7月中旬已經有增加到25000例。總統普丁下令要求各部會都要趕緊來注疫苗嘅速度。當局要拼佇今年嘅11月進前，要讓全國疫苗嘅普及程度會當達到80%，才來產生群體免疫。公司新聞王碧文編譯。法國健康通行證2月開始實施，民眾要去電影院、博物館等所在，攏愛提出注2檔疫苗嘅證明，也是陰性嘅證明。8月份開始要個擴大實施。目前法國嘛面對第4波嘅疫情，法國總理是指出，大多數民眾攏是為着印度變種病毒。要排队入去進前先等一下，證明你是健康的人才會當過。法國健康通行證2月開始上路實施，民眾愛入去電影院、博物館、運動比賽也是文化場館，攏必須愛提出新冠疫苗注射，或者是採檢陰性的證明。這項政策贊成甲反對的人攏有，兩邊是完袂煞。Je pense que c'est un outil bien utile donc et qui je pense va rassurer tout le monde. C'est sûr qu'après les gens qui ne sont pas vaccinés, qui n'ont pas fait le texte, vont plus pouvoir sortir, ne rien faire, mais bon, c'est un choix, quoi, voilà. Des téléphones comme ceci, avec l'application, pour pouvoir scanner donc les passes sanitaires des clients, voir si le pass est validé. Puis après, on a le nom et les prénoms, parce qu'on va contrôler aussi la pièce d'identité. On a dû faire ça vraiment très rapidement. 透過健康通行證入去的場館，原則上無強制愛掛喙罨，唔配合實施健康通行證的業者會扣政府罰款。8月了後，實施的範圍已經擴大到餐廳、咖啡廳，還佫有購物中心。未少的民眾強烈反對，巴黎2月出現幾啊百人上街仔路抗議，認為這分明就是強迫民眾來注射疫苗。Ils n'ont qu'à me licencier, je m'en fous. Ils n'ont qu'à nous licencier, ceux qui ne veulent pas se vacciner, ils n'ont qu'à nous licencier. 在这当中，法國第4波的疫情是當在拖，確診人數一直衝高。總理卡斯特克斯證實，Delta 變種病毒已經成做主要的病毒株。20新增加18000例確診當中，有96%攏無注射過疫苗。公司新聞林浩如編譯。再來看國內新聞有調查顯示講，在這段疫情的期間，有將近60成的勞工是真煩惱講，家己予公司要求放無薪假。有將近1成5的企業嘛，肯袂講後半年會減班休困。有1成3的公司有考慮要裁員。民眾黨是建議政府應該發現金來紓困，嘛愛排除好野人。
新冠肺炎自2019年年底发生到即嘛，对上班族的影响有偌大？有人力银行发布上新的调查，有77.7%劳工认为自去年到即嘛，薪水有受影响，逐个月所得差不多减少要到12000，而且无薪假的人是愈来愈多。有要到6成的劳工担心，所来轮到家己放无薪假，会不会被这个放无薪假，或是被裁员？所以这样的担心的一个情况比例都超过了一半。资方也预估下半年可能有实施这个所谓的无薪假减班休息，甚至有这个缩编计划的这个比例也超过了1成。而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也是比去年要来的这个严重啊。因为疫情劳工真悲观，有14.7%的企业也讲。下半年有考虑要实施减班休困的计划，那就是无薪假。13.3%的公司甚至考虑要裁员，而且这对顶头有时代，下口有囝儿要饲的三明治的时代，生活正受影响。我们知道说，在整个经济的主力、纳税的主力的这个族群上来讲，那又打不到疫苗，纾困又领不到的一个状况，然后他们又要照顾下一代，小朋友又没有人顾，托婴托幼的这个机构又没有办法开放的情况下，其实他们是3、4重的压力夹在身上。民众党发出口号，讲三明治时代伫咧疫情下。若要请人顾囡仔，实在是无法度。若是要纾困，加加敢若万外块的家庭儿童防疫津贴也无够，而且若拜年纪也拜袂着因子风声。所以主张咱国应该学新加坡等真侪国家，伫咧符合财政纪律之下，排付公发现金，补贴百姓因为疫情所造成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政府的打房，也毋过在进步公布的统计却显示，讲有40万人有2间厝以上，比去年增加2万人哦。有10间厝以上的有1703个人。也毋过长期推广居住正义的团体是认为讲，公布这款的数字对解决高厝价囤房的问题是完全无帮助。全国防疫3级警戒以来，5月下旬，房市交易拢停。也毋过受到7月初1房地合一2.0上路的影响，6月6都不动产移转栋数颠倒成长。最近新北市房价阁一直冲悬，尤其是三峡、燕谷、树林地区，受到捷运3英线议题带动下，最近房价指数年变动率成长8%至9%。捷运3英建设啦，串联大北这个桃等地区。所以呢，它提供通勤族一个交通的诱因，导致就是说推动了树山以及桃园航空城周边的房价来上涨。李伟指出，新北市2地区房价颠倒成长，少年人买厝愈来愈困难。财政部原来公布一份全国毋是家己大的房屋税值统计表，其中个人规划的部分有1户的将近40万人，比去年增加2万人；有2户的超过65000人，有3户的有将近2万人。超过10户有1703人，全台湾超过502265人囤房。你应该去公布全国的家户的总归户的持有资料，而且是要用过去历年来10年来的连续。过去10年这个状况是越来越恶化，还是越来越改善？居住正义民间团体认为，政府公布数据只是为了应付，并无要解决关房价囤房的问题。建议政府应该公开更较完整的规划资料，毋若讲毋是家己大嘛爱公布。家用电户也甲新起的厝回归户口，应该都要分析佮公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市比南乡一间中油的加油站，伫早起8点左右哦，加油站的站长落落去1公尺半油井，加载是无性命的危险。台东县政府劳工科是表示，已经开始调查，看敢有违反劳工安全规范。台东县消防队救护队员甲加油站员工将落落去油槽维修案井站长救起来，赶去救护车送去。这意外发生伫早起8点左右。加油站员工表示，当时58岁性感的站长伫甲油槽例行检测。拍开挂了后，无细节落入去1.5公尺深的维修暗井，头去弄到昏迷，毋过送医检查了后，只有头部去离伤，无生命危险。我们的油槽都会有所谓的暗井，那这边会有一些我们的设备，比如说像盛油棒，那所以说我们透过暗井要去进去做维修。
暗过加油站维修空无大，为什么会造成加油站站长落落去？中油表示要搁进一步了解。台东县社会处劳工科也表示，已经做调查，是毋是违反劳工安全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的邦桥，今仔透早2点哦，有一间车行说服员工做宿舍的老公寓，是对3楼开始着火哦。消防人员伫1点钟内底去甲火拍花，也毋过哦，有一对翁仔某被火逃出来。这场火哦是拢总造成3个人死亡，阁有1个人有性命的危险。看到真侪火光，火一直炭烧，消防紧急到场伫大雨中抢救，1点钟内成功拍花，疏散24个人。不过厝内有一对60外岁姓林的翁仔某，因为刀伤未愈死伫火场，也有2个住户有性命危险送医。抢救了后，1个人救倒转来，另外1个人宣告不治，佫波及到其他流产，拢总造成3个人死亡，1个重伤，3个人已封城送医。大火都乒乒乓乓啊！昨天又下大雨啊，我们都不知道，说以为都是下大雨乒乒乓乓。它里面有一个小姐出来，他们是租雅房的。我也不希望租那么老的，我也不希望这样子租啊。但以前有跟我们共事很久了。火警发生伫22透早2点外，新北板桥这栋老公寓3楼，互人改造6间房间。厝主是讲，家己是开客人车行，较早将这个所在当作是车行员工宿舍，即卖是以瓦套房睡人。只是厝骹大部分也是以早的员工加家属。本来好好是安怎公寓会熊熊导火烧起来？警方初步排除放火可能性。目前我们初步看出来的这个火势，原则上是在这个空间的这个前半部。它现场的这个隔间都是使用这个木板隔间，所以它这个燃烧起来的这个浓烟状况非常这个厚重。现场为封锁线，火调人员到现场搜证。新北市长侯友宜透早亲身到现场视察。侯友宜表示，这栋建筑物老旧，室内装潢大部分拢是真好烧的物件。只要经过调查了后，发现有违反建筑相关的规定，相关会罚30万。另这届这个火灾烧团的面积是30平，到底什么原因导火，都要听候到火调出来，才当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中度风台烟火哦，阁还未直接影响到台湾的南部，也毋过有真侪农民都已经开始抢收了，包括台南的牛油果甲文旦，会当收的就先收哦。农民嘛做好一寡风台的准备，望讲会使来减少损失。加入库莱昂园顶一波黄霜雨所造成的损失，都还未整理清气。即阵阁拄着风台瓦紧，农民也只好赶紧看锁啊，固定库莱亚树。哦，迄平常就是拢空空啊。拢空空啊，系啊，伊拢去感觉用放落来安尼啦。另外一边的库莱亚园才采收到一半，农民赶紧将村的固定好势，会当收成的也早早就先慢落来。伊有时啊，较袂长去啊。啊，当然就烦恼啊，做细人较袂烦恼嘞。你嘛是爱有风啊，有风甲算是减上少的安尼啊。除了库莱亚，全国有名的麻豆文旦刷落来也要大出，就惊树啊袂堪得透大风。农民赶紧看锁啊，绑好势，希望会当减少损失。不过，也有农民早早就踩好铁架啊，来大成做准备。种伊的往下嘛爱缀掠去啊，啊你来绑掉了，伊就是掉了了，伊就较袂落去啊。支架是为了要支撑它文旦的重量，然后才不会太低扁。然后第二就是先了台风也可以防台，支撑这样子比较不会掉果这样子。目前库莱啊，当咧大出，文旦也念伊就要收成。过节当就是拢惊风雨，就惊风台，互过去一冬的心血拢乌有去。农民赶紧做好准备，希望会当减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县政府推出一个地方优质农产品的主文平台，互民众伫防疫期间会当伫线顶来买物件。县政府嘛真大心哦，佮制作教民众安怎来料理的影片，互民众会使安心买，轻松煮哦，会使欢喜食。疫情继续滚价，民众唔敢出门买物件。屏东县政府就建立防疫平安箱的主文平台，内底有侪优质的产品。包括菜色、果子、鱼产，佮有肉品，想要买实在拢通伫遮做文，买好了后，佮会帮你送到厝。防疫宅在家，当自主公民。屏东县政府除了推出防疫平安箱、农渔畜产的购物平台，下单后帮你宅配到家，更找来中破塞贴心推出了14道的
教学影片，只要5分钟，让你不出门能知天下菜。关府结合餐厅业者开发料理，以简单为原则，翕影片教民众安怎点出来变出好食物。我们的泰国虾哈，我们屏东的特有的泰国虾啦哈，鲈鱼还有石斑鱼啊，黑尾鱼，还有像我们的这个一些柠檬啦哈，还有一些这个旗鱼。牛肉、猪肉等等的这些做法，在这个料理的这个菜色的这个拍摄的这个影集里面哈，那其实都短短的几分钟的一个简单的料理，让大家可以去在这个比较闷的这个时节哈，来自我充实啊。这挂教学影片超时3到5分钟。会伫屏东的有线电视的第3台公用频道播出，也会肯定馆长佮农业处的小军平台，互大家收看，鼓励官民伫厝家己煮。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拢关伫厝里哦，真侪人三顿拢家己煮。病院嘛讲，近来出菜钓伤的人是增加袂少。屏东大林科技大学有老师特别翕影片来了解无共菜色、出菜佮处理的方法，嘛教大家爱安怎来保护家己，才袂钓伤。咱做伙来看卖。防疫期间袂当到餐厅用餐，足侪民众就伫咧厝内底家己煮，但是平常时罕的煮，不小心就会切到手。屏东基督教病院就讲，最近因为多伤患者数量增加。在这段期间的话，跟厨房有相关的一些的外伤事件，比如说刀伤和烫伤，那看到有一些增加的现象。那当然包括我们的妈妈会受伤，那甚至有一些小朋友自己去煮一些东西吃会烫伤，也是略有所闻。足侪民众无小心互刀仔刮着，伫第一时间离掉的就会当机会，空喙较大，较去病院。那担任饭店总铺师大林科大餐饮系副教授柯信忠提醒，足侪用刀的习惯，都会当避免手指头受伤。然后放到这里，哪里上提的时候，不能超过这个关节。你超过这个关节的话，你就会去切到你的手指。所以说我们要这样子。建议伫菜单下骹铺一块淡的布。避免切菜时阵会歪去伤着手，刀仔袂使伤钝。食面的部分建议肉类莫完全退冰，有淡薄仔程度较好切。这拢是用刀的小撇步，也会当避免可能带来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东京奥运的开幕典礼哦，咱台湾是罗延芬甲郭幸存来举大旗。罗延芬嘛讲哦，这届奥运是伊做选手上尾一届的比赛。另外，咱国射箭的6位选手嘛已经到日本开始训练咯。教练嘛讲哦，这届比赛的场地甲咱台湾的训练中心是真相像，选手应该会当有袂歹的表现。台湾的网球传奇罗延芬即要展开生涯第5摆奥运会，不过也即要是选手生涯最后一站。罗延芬即阵心情是真放松又搁感动，珍惜每一摆拍球的感觉。中华队为了感谢伊的贡献，特别安排予伊担任冬奥开幕式的讲旗官。非常荣幸啊，就是说还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说代表台湾能够走在最前面，然后代表所有的选手，然后呈现在全世界的大家的眼前。更大的期许说，我们台湾代表团的所有选手能够在这次奥运会能够有佳绩、更好的表现，甚至能够夺得金牌。另外，中华队射箭6剑客到日本了后，连续2天到望一岛公园射箭的场所，赶紧来训练备战。尤其最后这时阵，在动作上一寡调整更加重要。对于暂时练到暗时观察各种的方向，实在场所的感觉，因为头一摆来到日本，敢若是场所伫东京湾边啊，风安怎吹，必须要提早来练习甲适应。这2天下来，其实大致上都蛮顺利的，因为这边的天气跟高雄其实差不多。那在整个摄像跟坐像方面，其实也跟我们的国庆中心是一样的，只是说这边的风会比较稍微乱一点，那选手可能要再注意一下。尤其训练区甲比赛所在环境有一寡无同，而且敢若在申请指定的时间来练习，所以讲必须把握时间。积极备战之下，准备迎接23个人排位赛。中华射箭团这届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来射下一面的金牌。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看咱的倒球队哦，昨嘛开始伫东京的体育馆咧练习咯。教练甲选手嘛拢讲，场地光线会较插啊，发球的时阵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哦。另外，因为疫情，东京奥运嘛规定发球的时阵，选手袂使甲乒乓分风，双手嘛袂当摸着球桌啊。头一遍进入正式比赛场地的东京体育馆，中华奥运倒球队排将近2点钟的练习。三个男子选手曾智嫣、陈建安、林文如，三个女子选手陈怡静、陈淑武、陈先滴一组。练习落来，选手感觉上爱适应的是光线。志渊觉得这边的灯光怎么样？灯光我刚刚练是还好，还好，所以发球没有受影响。但比赛应该感觉才会放大。你刚刚好像说那个光有点影响发球。比较亮，就是要稍微适应一下，因为你有时候球的高低的时候，你有时候会仰头的时候就会看到灯光，而且发球的时候，主要是发球的时候。光线有淡薄仔插目，发球恐惊受影响，而且因应防疫，东奥倒球赛规定，禁止选手夹球分风，也袂使伸手摸桌啊。5届元老曾智嫣有一个习惯，又搁伸手去摸桌啊。我有摸吗？你有摸？我刚刚摸，我先摸完比赛就不摸了。熟悉比赛场地，调整家己的习惯。开幕前一天加比赛迄天，倒球队拢还阁有训练。练习了后的领队技术会议，就会当知影头一轮会对到倒一个的选手。那当然是先避开中国队嘛，因为这个抽签就是中国队现在还是最强嘛，大家也不希望先遇到他们嘛。那这个抽签就是谁也没办法决定说对谁，对啊，就是看情况咯。我到预测抽签结果，不过教练团坦白讲，会当闪过中国队是上好。虽然陈怡静甲林文如会面临单打甲混双同时进行的考验，不过凭2年外的搭配训练以及3月连续2届比赛冠军的实力，要来抢一下头奖应该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之前中国云南有10外只的枪行唔到路，后来有专家是表示讲，这枪伫野外生存的面积因为开发减少4成，也毋过枪的数量哦，伫过去20天是增加1倍，所以因才会出走，这毋是外界认为的行唔到路。当地嘛已经准备要成立一个国家公园，或者个枪会当来过甲较舒适。一只细只母的枪伫咧树林边找物件食。就算有人伫咧桥顶来看，伊也无伫咧惊。这是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野象谷森林公园，保育员讲，一般拢是2、3月到配期才看得到野象，也毋过这么定定看到规定的野象。你看我们同事他家那个寨子里面21亿头象，把他们家的什么火龙果、芒果啊，这些全部给他们糟蹋完了，头象太多了。像为什么走到人类村庄找物件食？原因就是因为栖地空间甲食物拢无够。无偌久之前，就一阵枪行唔知影路，对西双版纳向北平一直行到昆明的附近，引起媒体注意，就是这种情形。在过去20年，西双版纳野象的数量成长1倍，怎么有300只？不过因为栖地却减少40%。那么在它的现在的栖息地里边。由于种植橡胶树，由于对树木的过度的关注，而减少了对大象传统栖息地中的草和灌木的这个关注。另外呢，栖息地内呢还有一些建设，比如说水库，这些呢都使得大象的栖息地发生了变化。保育人员讲，当地居民为了经济效益。伫咧保护区内面种树林树，不过这种树花吸水量真大，互其他的食物较袂生，像就较找袂到食的物件。再加上水库甲大型的交通建设的开发，扰乱像找食甲活动的路线。顶礼拜新华社报道，当局已经筹备要伫咧云南设一个保护象的国家公园，专家是真期待。希望新的国家公园会让自象的角度来设想，甲生态浓度、甲潜水的空间做较好的规划，互象带了较舒适，也互人甲象会当和平共存。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辑。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哦，今仔日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会落淡薄仔雨，而且雨有可能会落了真大。北部的山区有机会会落大水雨，所以提醒民众要爱特别注意哦。来，下晡尾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